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嗱，啲聖枝咧，你哋一定見過噶啦。咁樣就你屋企咧都多數會有啦。請問你哋嗰啲聖枝通常拎咗翻屋企之後，你哋會放喺邊度啊？屋企門口嗰個頂，我會插喺個花樽度嘅。通常會放咗喺我個耶穌聖心嗰幅相嘅旁邊嘅。我通常希望攞啲細啲嘅、細枝啲嘅，就放喺十字架周邊。擺喺門口度，因為呢個係自細嘅習慣嚟嘅。係放喺小朋友嘅床邊啦，咁希望可以將天主嘅愛帶俾佢啦。冇錯啦，嗱，好多人咧中意將呢個呢支聖枝咧插喺屋企門口啦，或者插喺窗口啦，或者插喺房門口啦，有可能喺房裏邊啦。嗱，插喺邊度咧冇所謂，最緊要咧你首先要明白呢啲聖枝咧有咩作用，係咩意思？嗱，首先第一樣咧，呢啲聖枝咧並唔係讓你拎翻屋企幫你去趕鬼嘅，唔係讓你拎翻屋企嚟到保你平安嘅。要咁樣睇咧就係迷信嘅呢樣嘢。嗱，我哋點解會有啲聖枝咧？呢啲聖枝咧就係我哋喺聖週星期日聖週第一日聖枝主日或者叫基督苦難主日，咁樣就我哋嗰日咧誦讀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嘅福音。咁樣喺彌撒開始嘅時候咧，我哋用流行嘅方式模仿當時啲人打住樹枝夾道歡迎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咧呢個聖枝咧係一個標記，係一個記號，讓我哋每一次見到呢啲聖枝嘅時候咧，都提醒翻我哋耶穌基督曾經進入聖城耶路撒冷，為我哋受苦受難，為我哋付出呢一份深情大愛，所以提醒我哋咧點樣去以愛還愛。呢個就係呢啲聖枝最緊要嘅作用。所以如果你放喺門口得唔得咧？得，但係唔係攞嚟趕鬼。而家放喺門口咧，舉例，如果你放喺門嘅大門嘅裏邊，就讓你每一次出門口、每一次出街嘅時候咧，你見到呢支聖枝，提醒翻自己耶穌基督咧曾經對我哋付出嘅呢份愛情，我哋點樣咧用同樣嘅愛心對待其他人。如果你放喺門嘅外邊咧，就係讓你每次翻屋企嘅時候咧，你見到呢啲聖枝。咁樣就提醒翻你，你點樣用愛心對待你嘅屋企人。咁就有啲小朋友，我以前有一次問啲小朋友話：聖枝最好插喺邊度啊？有一個話咁喺電視機嗰度幾好㗎，喺電視機嗰度得㗎，唔係唔得嘅。就係你放喺電視機嗰度，你每日睇電視㗎嘛，每日睇電視就喺電視機頂或者放喺側邊，你每次睇電視嘅時候咧，你都會見到呢支聖枝，每一次咧都能夠提醒你耶穌基督為我哋犧牲咗，付出佢嘅生命，提醒翻我哋自己，我哋點樣做一個乖嘅細蚊仔，做一個好嘅基督徒，好嘅教友，點樣去用愛心去對待其他人。所以咧，你記住，你以後有每一年咧攞呢啲聖枝翻屋企咧，並唔係幫你翻屋企去辟邪，並唔係翻屋企讓你去保平安。如果我咁樣睇嘅，就係一個迷信，而事實上咧，呢啲聖枝都根本上唔能夠幫你喺屋企辟邪嘅，唔能夠幫你趕鬼嘅，都唔能夠保你平安嘅。呢一個咧，係一個我哋信仰嘅標記，提醒翻耶穌基督曾經進入耶路撒冷城，為我哋受苦受難嘅一個記號。